全體起立，用最熱烈嘅掌聲歡迎今日嘅主禮嘉賓進場。本人謹代表大會宣布，持有中學新校舍揭幕啟用典禮正式開始。以你母親嘅關懷帶領住我哋走上真理同埋仁愛嘅道路，使我哋同埋我哋嘅青少年學生喺任何嘅境況之下，都能夠促進家庭、學校、社會同埋國家和諧嘅共處，而成為酵母。以上所求是因我們的主基督。百載耕耘，碩果累累。廿載籌謀，夢想成真。今日我哋懷住無比激動同埋感恩嘅心情，齊聚一堂，共同見證學校邁向新里程嘅重要時刻。喺呢一個歷史性時刻，本人謹代表辦學團體向各位貴賓嘅蒞臨致以最誠摯嘅歡迎同埋由衷嘅感謝。感謝澳門教區，正如1906年2月13日，慈幼會士手底澳門之始，教區就俾我哋深厚嘅接納同埋關懷，直至擴校工程啟動，可敬嘅李斌生主教對慈幼會嘅信任同埋對慈幼中學重建工程嘅支持，都係我哋繼續前進嘅堅強後盾。感謝教育及青年發展局20年建校籌劃，歷經無數挑戰，承蒙教青局喺財政同埋專業指導上嘅大力援助，龔局長同埋你嘅團隊一直同埋學校並肩同行，排解難題，給予無比嘅支持。感謝澳門基金會嘅慷慨捐助，使擴校工程得以順利展開。感謝坐喺後排各位親愛嘅同事，慈幼中學每一磚一瓦，無不凝聚住你哋嘅心血同埋汗水。每一份成就，皆源自你哋對教育事業嘅熱忱同埋堅持。8年來，憑藉歷屆師生、校董、校友、家長同埋社會各界賢達嘅通力協作，學校方能喺風雨中越發堅韌，為社會作出卓越貢獻。慈幼中學1906年創辦以嚟，植根喺澳門逾100年嘅一個經歷，喺辦學實體鮑思高慈幼會教職員工歷任嘅校長、神父嘅努力下，做出咗無私嘅奉獻。多年嚟喺澳門嘅學術、體育、藝術、社會服務方面成績卓越，為社會源源不絕咁樣培育咗好多兼備愛國同埋各種技能嘅人才。隨住今日融合咗現代化嘅教學設備嘅一個校舍啟用，不僅為師生提供咗優質嘅學習環境，亦都便利咗學校推進更多嘅創新教學。將傳統嘅工藝課程加入去科技創新元素，逐步形成咗傳統技術同埋資訊科技糅合嘅新嘅跨學科課程，培育學生嘅創新精神、實踐能力同埋科技應用能力。喺未來，教青局亦都會一如既往同教育界同我哋各位嘅校長、老師共同為澳門教育蓬勃發展做出努力，亦都積極配合國家嘅發展大局。
100多年前，當時嘅雷明道神父得到澳門主教嘅邀請，秉承住會組呢一份嘅精神，帶領第一批嘅慈幼會會士踏足澳門，就喺呢一片中國嘅土地上邊默默耕耘。就喺呢100多年嘅期間，慈幼學校亦都得到歷任嘅教區主教、澳門政府、社會賢達嘅大力幫助同埋支持之下，見證咗澳門工業界嘅發展，提供好多嘅人才。後嚟社會轉型，學校都因應時代嘅需要，為青少年提供咗多元嘅教育。喺老師嘅努力指導、循循善誘之下，都讓同學畢業之後喺各個嘅領域能夠發展，為國家、為澳門社會造就人才。所有主禮嘉賓已經準備就緒啦，我哋將開始揭牌儀式，我哋一齊共同見證呢個重要一刻。請大家同我哋一齊倒數，3、2、1，掌聲恭賀！感謝各位主禮嘉賓，請主禮嘉賓拍照留念。多謝大家。今日嘅揭牌儀式唔單止係新校舍揭幕，亦都係學校開啓新篇章嘅重要一刻。新校舍揭牌儀式圓滿完成，請台上嘅主禮嘉賓留步。我哋嚟自初小嘅同學係新校舍啟用嘅其中嘅受惠者，今日同我哋一齊見證呢個歷史性嘅一刻。而家所有主禮嘉賓同同學已經準備就緒，我哋先嚟一張合照。接住，我哋請各主禮嘉賓手持金剪刀，請在場嘅所有來賓同我哋一齊倒數，見證呢重要嘅一刻。我哋開始，3、2、1。請主禮嘉賓同我哋同學拍照留念。剪彩儀式圓滿完成，請同學代表退場。現在係致送紀念品環節，請各位主禮嘉賓繼續留步。而家有請辦學實體代表葉太豪神父同埋慈幼中學梁樹明校長代表致送紀念品俾主禮嘉賓。我哋嚟將合照記下呢歷史性嘅一刻。再次感謝各位主禮嘉賓，請李主教留步主持祝聖儀式，同時都請梁省會長同埋葉教神父陪同，請其餘嘅主禮嘉賓回席就座。祝聖儀式現在正式開始，請全體起立。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願天主智慧之源和他降生成人的聖言主基督，以及真理之神與你們同在。今日我哋一同祝福呢個聖母進教之佑禮堂，以及整個慈幼中學新校舍，代表天主繼續臨在同埋祝福呢度所有同工同埋工作，
透過灑聖水，讓我哋記起鮑思高神父創立嘅教育事業，最終希望青年能夠透過水同埋聖神，成為一個熱心教友、良好公民。願上主祝福喺呢度母幼堂同埋新校舍生活以及工作嘅神長師生共沐主恩。你們是世界的光，建在山上的城市不能隱藏的。人點燈並不是放在斗底下，而是放在燈台上，照耀屋中所有的人。照樣你們的光也當在人前照耀，好使他們看見你們的善行，光榮你們在天之父。基督的福音。天主，求你使我們聚集在一起，為這所學校同埋禮堂舉行落成典禮。求你恩賜這所學校裏嘅教師同埋學生都一心追求真理同埋美善，並承認你是真理唯一的根源。以上所求是靠我們的主基督。奠定咗本校職業技術教育嘅基礎。1952年學校改名為慈幼中學，並且逐漸發展成為一所職業技術人才培育嘅重要搖籃。進入60年代，學校順應時代嘅變革，增設咗電機科，並喺80-90年代發展出兩個具影響力嘅職業技術科目：電機電子科同埋機械科。學生嘅職業技能獲到本地工程同埋教育界嘅肯定，孕育咗不少出色嘅工業同埋工程專業嘅人才，以至到去高等教育嘅專家學者。踏入21世紀，2000年我哋小學部有千禧樓嘅落成，以至今天我哋一同慶祝嘅3座新大樓嘅啟用，標誌住學校教育福傳事業第2個百年夢想嘅延續。學校會繼續貫徹落實慈幼中學嘅辦學理念同埋特色，持續推進科學與工程科技教育嘅發展，促進學生知識同埋技能嘅綜合應用能力，提升學生應用科技嘅素養以及創新思維嘅能力，好好善用特區政府嘅資源同埋政策，把握國家提供多元發展嘅機遇，融入大灣區發展藍圖，培育德才兼備、具有家國情懷以及國際視野嘅新一代公民。今日嘅典禮已經圓滿結束，感謝各位主禮嘉賓、來賓同師生們嘅光臨，多謝你哋嘅參與。我哋再一次用熱烈嘅掌聲感謝各位。大會特別準備咗一啲紀念品供各位嘉賓留念嘅。現在，本人謹代表大會宣布，
慈幼中學新校舍揭幕啟用典禮圓滿完成。